咁啊，歡迎大家嚟參加今日嘅認證成功感恩有你演唱會啊！唔係聚會係。咁代表我哋威爾斯親王醫院管治委員會 HCC 所有嘅成員，恭喜大家，多謝大家不懈嘅努力，多謝大家。但係唔係認證嗰557天咁簡單啊，係認證之前做得咁好，其實每一個人在座嘅同我哋前人都係有份我哋嘅功勞，我哋好多謝大家，同埋唔係淨係做，係做得好，用心做，我哋為香港爭光，為我哋公共醫療。威爾人真係好驕傲。今次認證咧，真係要好長嘅時間，亦都 involve 咗好多嘅同事，咁真係感激每一位。3、2、1。代表咗我哋威爾斯親王醫院已經成功通過國際醫院評審認證標準啦！認證成功！